瑶瑶，你能不能行了？你给我来点啊！我不给你，不饿吗？你给不给？不给。你准了呗？准了。你给不给来？你给不给？好吧。哎呦，还不乐意，还不愿意。哎，媳妇儿，快点儿，面撒插排上了，快点儿！妈，你咋整的呀？快帮我插一下。我的妈，这咋整啊？响了，老公，响了。放下，这是你该干的活吗？我娶你回来干嘛的？去屋里看电视嗑瓜子去，滚屋里！哎呦，我的命根子呀！这我给我媳妇存的钱，来，我给你的，这给你存的，给，你拿着回来买点好吃的，这不是我。那我来帮你，我来帮你。Ich bin Schnappi, das kleine Krokodil. 哎呀妈呀，撞上！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。哎呀妈呀，不好意思。我操！你怎么？对不起，你怎么开的车？不好意思，不故意的，对不起。怎么站着也撞啊？不好意思。你会不会开车？你扒拉谁呢你？扒拉你咋的？看见过马毛没？看见过。看见过驴毛没？看见过呀。人毛你看见过吗？没有啊。我他妈我毛了。魔术表演，大变活人。虎哥，你信不信把能用这支笔消失？看好了啊！咱俩玩个游戏，看看你的那个耐心。对，就这样，别碰到。没碰到。对。别往那，别。以后你还喝不喝酒了？不喝。再喝酒你就甭跟我回家了，要不然你就一直在这给我跪着。儿子啊，回来了啊！你气我干嘛呀？这又怎么了？又喝酒了哈？又打我儿媳妇，又惹我儿媳妇啊？没打他吗？没打他，他欺负我。他欺负你。